这个王嘉尔也太坦诚了吧，真不把我们当外人。接受香港媒体采访，主持人说35岁應該是結婚生子的年紀，問王嘉爾有沒有遇到有感覺的。王嘉爾要談就認真談，還不想鬧着玩浪費時間。即係如果真係要嚟料啦，咁就要計劃好。即係如果唔係咧，就 I cannot。即係冇玩玩下咁做乜嘢啫？咁嘥時間。好敢說的王嘉爾，即係總之呢段時間裏面，你都冇一個真係覺得即係嚟料啦咁樣。嚟去咯，咁咪又嚟去，又有時咪大部分都係自己解決㗎啦。即係咩？自己解決咯。自己解決自己所需要嘅問題，我都係人嚟㗎嘛。被問到喜歡女生的標準，王嘉爾，對方是個人就行。冇 standard 啊我，你係個人就得啦。係咪咧 ？feel 係最難嘅。還自曝之前的戀愛經歷，誰懂男藝人大大方方談這些的含金量？仔好中意咧，之後就將自己個 email 變咗佢嘅名，之後後面加一個 lover。被問到有沒有什麼變化，原來男藝人也會有衰老焦慮。免疫系統有少少下降，點解好似歲數越嚟越上去，即係好容易肥。有啲時候就一日要做2次轉片，唔係醫美啊都要啊。公開啫，我公開嘅。這個王嘉爾真的好坦誠。